今日小总大早就出发，来到江江的后山花莲。今日我请的太师是马山哦，又有乜个传奇的故事？来到了地方，好山好水，哎呦，还有好嘅音乐嘅吼，听到爽嘅，哎呦，来千怪，香港客家人山来，客山了水，人都飘融过河。哦，哎，先生，嘿，好好听我了歌曲啊，根本落了地方教去啊，没落了教，阿弟咧，阿弟你。街头艺人唱不了，来你也会叫客家人，你那位客家人，系啊，古时基本话请客家人生意，系啊，哦，我花莲见咩？古时咱亚伯去啊，亚伯嘅同开东西横贯公路去。没哎呀，讲没做对啦，哦，有钱了。小总，较正经地位啦。今日我拜访嘅是台湾高延民国嘅太师叶家修。在民国70年代，叶家修创作嘅《乡间小路》、家谱嘅《澎湖湾》一条歌曲，唱遍了台湾嘅大街小巷。迄個勇士，當少年做得又會作詞，又會作曲，還做得唱，做得講係全方位嘅演員哦。今日同學係乜嘅同學？啊，我對付佢嘅同學，我做南洋堂。南洋堂。誒，佢是我公家，佢是佢嘅山前過來嘅。所以算起來，我副卡坐花蓮算3胎。啊，第3胎咧，我是第3胎，我是第3胎。啲南洋堂咧，你下愛情無按簡單，如果我哋副卡咧，規矩清楚，貴族嘅規矩，所以我做得推轉去我哋嘅羅布，我做共堂嘅會。講到愛小嘅同學。葉家修無限定突然一條轉到老屋，不過葉家修老屋嘅公堂唔係啲花蓮，係啲桃園嘅中立平鎮。我條烏卡是河南南榮，我條烏卡是貴族嘛，透過五湖亂華加就大家就開始往南走了哈。到我條嘅公堂嘅你看講，我輝鳳宮加分出來都離下。他100多代了。而且公堂的地理位置哦，係參在目前是平鎮市建安里。那平鎮市的地理環境呢，而且入鄉也算大鄉，而且屬於南洋堂。哦，很上站啊，住喺南洋堂。南洋堂，最大鄉還是鄉村啊？鄉村的。鄉村。鄉村的按到。雲川堂，鄉村係按到建兆堂，車埔係按到寶樹堂。我阿公是潤氏輩吼，我爸爸是日字輩，我本身是家字輩，我生嘅是秀字輩，雲字家秀，也是我哋透過到底下是有詩，我哋是這部詩的排行這樣子，然後到了排行完畢以後，再輪迴一次。這樣時，葉家修嘅阿公為到去落實，離開屋下到花蓮後山打拼。嘛因為咁樣，葉家修係啲花蓮出世大嘅，冇想到一隻江江嘅故鄉，後來變做嘅培養音樂大師嘅搖籃麼？你請到我很辛苦厲害哦。你啊，做菜是哪個梯盤？我爸爸除了會做，把片手會創作。好，跟你出來去看。來。主題嘅東西橫貫公路嘅排流順巷，呢屋係對面嘅發電廠，就係葉阿爸葉仁良父母嘅單位。葉家修嘅老人相處，甚至後來做音樂工作嘅態度，受到阿爸嘅影響動態。葉先生，哦，你發天廠都了地方啦吼，正經很強哦，唔看你花蓮啊吼，你山啊吼，東鐵你有看到冇？係啊，你世界有名、國際有名嘅呢。係啊，哦，你空氣很好哦，很舒爽哦，你地方哦。我爸是你阿妹嘅發電所嘅
嘅重種。重種，嗰種細時嘅嘛要來咧地方錯嘛，有動到人細朋友啊，或人爸爸嘅同事錯嘛。真多。睇到我泰國。泰國有，泰國有。哇！肉片油啊！佢用啥？人爸爸嘅朋友係人嘅朋友啊？係爸爸嘅朋友，係爸爸嘅部屬，係跟我一起工作。叫他工作係啊。70年來到這個廠。70年的時間來到呢地方係啊。做餅乾。我們葉兄的父親是葉廠長，是在67年來到這個廠服務，然後一直到76年榮升到龍建發電廠。你對他爸爸的印象是怎麼樣？日本教育的，很做事很謹慎，很務實，然後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真勁哦。對員工也很嚴格，對生意也很嚴格。此時啲阿爸嚴條教育下嘅葉家雄，同位讀書，啲花蓮中學畢業，考到嘅東吳大學嘅政治呢。不過也不但東莞嘅生意呢，沙田嘅大學嘅時期變作為板頭牆。因為我是嫡長子嘛，離經叛道，大概從我開始就是不務正業開始啊，跟爸爸革命很久。選女兒政治是法學士，所以佢應該緊緊好讀，都出來去考個法官、大律師，做咧到田公司做法律顧問啊，乜嘅，對佢嚟講是挺好。佢去好教去狂街，結果出摩托，因為跳就出去我未從過嘅咧。啊，就佢從到一半，可能爸爸跳那出來面到一半，不佢看到佢掉頭就走，上面嘅唔拉講法嘿。年代型我嘅葉家雄做安陽作為政治法學嘅圖片，韓國馬街做唔察，對認聽嘅事情絕對嘅堅持，一點真是老家爸當衝。那你對亞爸爸按認真做嘛？他爸爸那麼認真，那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讓你覺得很感動？清水電廠的時候，曾經有一位員工被百步蛇咬到，在這個已經很危險的時候，他下令把那個隧道的水降低水位，就比較安全了，就請那個員工從進水口很遠的地方做那個救生圈。走下來，那個走下來，救命是最重要的。對啊，那個台灣不止台灣啊，日本沒上報紙。真的哦，人家事情都有名。對。那時候如果是被眼鏡蛇咬到，就比較輕鬆一點。這百步蛇馬上眼鏡蛇你就把他那個眼鏡拿掉，他就不會咬你。是夠笑啦。給百步蛇，今晚不用加吼，就不用走100步嘛。走到99步是他的，聽他了，直接衝過去。不過按鈕是第一，爸爸還認真。我爸爸在當廠長給最後一天，郭神他在開會的時候，他們兩個都還在龍建發電廠當過嘛。郭神他吐血上面，交代的是第二天開會要做的事情。是按認真的人哦，代過了都得獎。你爸爸有代過的個發電廠，全部有得獎。對，頭擺有哪個獎？以前有什麼獎啊？金塔獎。哦，第一名。這個廠還留有他的獎杯啊，還留着那個獎杯。真嘅哦，我說真的虎父無犬子。葉阿爸提嘅花蓮創業嘅業務係，還有龍建發電廠做服務過。想看啊，我哋花蓮嘅群山度，去天廠、去天塔、來天線，係極辛苦嘅事情。唔過嘅樣時，1949年，政府開發太東鋪，用田嘅需求量動態。嘅樣時嘅台天總工程師孫運賢先生帶領佢啊，都完成了無可能嘅任務，也為台灣嘅經濟做出了偉大嘅貢獻。花蓮哦，山高，所以它落差大，所以你啊位，它特別是高一高，你可比有太魯閣、天祥，我當高一個位，有一個地方清江，還有個溪畔，像一個水庫，特別是集水的收山，然後把所有的這個太平區的水集下來之後，運輸隧道，然後送到這個地方，用下來利用那個高落差去發電。高落差時間水下來時也是衝到那個發電機，發電機它就運轉，天是會出來嘞。要出來，該冇用啦。
你住我去关注空我没看过发电机耶。哎呀，我刚刚引用完来冲刷，然后冲滚油天啊，然后大去看其实一间利乌海嘅水力发电厂，喺日本苏诶就开始用诶，不过因为风灾老天同嘅影响，也为嘅加拉夫日本水淹过。就提嘅一群像一阿爸一樣嘅人，共同打拼下，將做得足夠使用。為到感謝辛苦嘅工作人員，故所設立嘅金塔獎來鼓勵。亚威是拿3张哦。係啊，哦，那咱哑爸爸，都是你啊，都是啊，全部哑爸爸來啊。係啊。哦，很厲害哦，很油哦。呢個奶灰配發電所沒有啊？是拿的。係啊，清水也有啊，清水沒有啊。我跟哑爸爸是李哪吒，托塔天王。哑爸爸是算这發電廠裡面的李安。知道不？金曲獎裡面的那個周杰倫。好奇啊，分过金曲奖、金马奖、金钟奖，我分过金塔奖。嘿啊，嘿，哦，嘿，我爸嘅金塔奖是，佢迄個那位是拿到，他刚赢啊，是优秀了。嘿啊，冇發過。我們劉主任把。我來了，快下快下。哦，不要地了，不要地了哦。嚯，但是說亞威就拿3張，嘿，亞威是拿3張啊。嘿啊，哦，那咱啞爸爸。每個都是啊，全部啞爸爸來啊！係啊，哦，很厲害哦，很油哦。呢個奶灰配發電所沒有啊？是拿的。係啊，清水也有啊，清水沒有啊？啊，真清水哦。劉這樣給你，他在到哪裡就那邊就第一名了。我跟啞爸爸是李哪吒，托塔天王。啞爸爸是金瓶之功，他8年了。嘿，跳過你天地公司家，也還是臨時工。嘿，他謝家，我小的時候差點沒有爸爸。我爸爸是去念工業學校，他的學歷是初工畢業，不過佢請3萬，從電力公司開始從佢個從臨時工開始做到未來我謝家咸陽摸變成孤兒，咸陽摸阿爸，阿爸家做風菜，佢檢查酒店啦，佢起始直接查風來用吹過，給氣管右邊的氣管故意炸掉，所以那個時候醫院出紅單了。到每來去現做工程師，差不多東埔兩片所有嘅水力發電廠嘅廠長弄清走過。他是第一個天地公司冇太福 P 啊嘅廠長。哦，哎，佢真係厲害咧。係啊，一聽到太福 P 才發出超多廠長啊。做安多位嘅廠長事情位，安多，佢到哪位去拿獎？哎，那真嘅哦。这算是这个发电厂界里面的这个金曲、金马或者金钟了。你看，爸爸是算这发电厂里面的李安。知道吗？金曲奖里面的那个周杰伦。知道吗？金马奖那个奥斯卡的李安呐。李安讲，我也拿过金曲啊。真嘅。哦，欣賞下一歌曲啊，吼，會唱欣賞一歌嘛？會不會唱老師的歌？外婆的澎湖灣。來唱個一句，來。澎湖灣，澎湖灣，外婆的澎湖灣，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哎呦，那真嘅吼，最高荣誉啊！对啊，还有吼，那用不用这个塔来做一个象征？因为天地公司哦，他们在送电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高压电啊，错，因为送天压，一定要用高压送电才不会损耗太多，错，所以搭这个台是不容易，连
山浪哇慢来没？都是在最难的地方搭起来。高山啊，过什么中央山脉啊，才有法度来走起来那样高高的塔，那天你才有法度发出去。这样送的多嘛？送的多，经由这个塔，对，所以它是最重要的媒，对，最重要的媒介。对，所以以这个金塔作为它的象征，这个电力公司最高的荣誉象征。哦，真挺哦，见塔如见人，来。对叶家秀的讲法度，就得看出佢对阿爸的崇拜老顺钦。虽然佢唔通花去做音乐，不过佢啲华语歌坛的打拼精神老态度，全部就会得到阿爸的教示。佢嘅创作灵感就系来自花莲叶的土地。哦，先生，突然有遐地方很讲哦，花莲东江，我看到了中央山脉，还有看到了山岚，哦，跟云海很强哦，还有了嘛个？了无诶，很强哦。所以看那山，看个山水老远无强壮。你蛮讲，所以写个东西咩？无强壮，你啊读诗啊吼，看到有暗讲的地方，暗白的地方，所以就发度写个乡间的小路啦，四处走到田埂上啊，那条。后堂的歌曲，古时啊吼，欣赏啊有啊田园诗人之称。我写东西请都是灵感出来的，对我来讲，我所有写的东西啊，某个东西弄成个风，应该讲个画面哦，弄成做画面，差不多做画面啊。换下的衣裳，和把锄头在肩上。不同的歌声在荡漾，他们唱，还有一支光的音乐在吹响。对主持了解啦，客家人有名堂啊，最舒爽的一摆，落下地方啊，乡间小路，躺到乡间小路，哦，美梦成真，圣梦欣赏。那儿时的这个歌谣。在我的这个杜海亚耳中回响回荡，哦，内心真的很激动。做的冲不米汤也是我的荣幸啊！冇啊，大概了就离开嘛。下歌的人了，开始的人哦，下时的人啊，做的下了歌曲的人，做的杜海了不了冲本太高了一趟，太高东兴风。好，我们真的要走一下这个乡间。啊，来，要回味一下，回味它了。叶家秀写过千条的歌曲，其中三句一句就会用花莲的农村来做主题，风格清新，好喝好唱，大家用诗当书欢迎，是花莲乡亲的骄傲。也拜大家听讲机会转来，做足准备好其好食的家乡米，我来好好的招待机哦。呀，两位太过啊！哦，无简单的误会错冇？对啊，请几多自我介绍好冇？好。我哋喺花莲高工嘅教总啊，老家修选了叫香港阿叔因为我哋嘅祖先来在做东西就拼出来的根苗，天意老师我攞吃杯所以漂白枯远音，家修金重新。所以家师杯那个意思杯招牌都很阿叔。哦，你不错，我哋教众也很阿叔。我有个做破茶都书啊，3年过了就加不卡呆。对，我们跟他讲亲情啦。对。虽然是堂叔嘛，然后他的兄弟跟我是好朋友的，大家是亲好，是好朋友呀。哦，还有咧，泰国，介绍下一个。我想来，我萝卜嘅信众人物，有10年前我把成年的时间咯，移民来花莲的，我就去花莲出世。你乡来嘅，人家同好嘅嘛系同好。乡来嘅同好系按照金灶堂。他问一下教众，台湾你用客家人，你有冇来到咧花莲那地方？其实咧讲讲以来，我哋嘅族谱排到以后，讲以来，我哋乡镇运动中周草的时候，都分配在河南的叶县，郑州是在叶县武乱华干规划有一款
都移民南迁都共同来就分，哦，所以你讲会就发，会就发，就分会就分。啊，200人年前呢，在阿叔然后7个，哦，2啥乡下来到台湾，来台湾个在土人加立足，啊，立足伫土人两个在祖先祠堂，哦，甲比闽南迄度个土人来品质。啊，东西品质跟你们讲，列家大庙对来，你们来讲，上祠堂下祠堂。哦。所以我哋当年呢，半夜15我应该记住。一屋的桃园平镇其实有2间公堂，下公堂是秦南店为到感染阿爸叶一鸣诞生的广东6封到台湾的工业争起嘅，之后叶一鸣其实来嘅都係第3封葉土哥。因为人电东王搬家出去，佢嘅子孙將要去嘅雙公堂，葉家後就係雙公堂葉到高派下，因為這2間公堂主題嘅空調路巷，故所就用路頭路尾搬做上下公堂。在阿公台也是我的阿公台啊，你知道，就是都会在这里回来这里。佢哦，佢當年一定會轉來。像我哋啲掃墓，一定會轉來。哦，他很有心。阿叔，你嘅就喊家就撞到發展了啊！講幾多力量啊？哈，公司對麻煩好搞。人家過程是講嘅啊。我阿公去到發展家下做生意，乜嘅寫生意咁咪做啊？到尾做到前台做到出在。從用歷史就名嘅迷信，就是縫紉機啊。其實迷信到你啊選來，應該是講用歷家下郭台銘差唔多啊，咁樣係。像阿公啊，老家小阿公嗰度哦，都同佢相約，哦，加咩無北回鐵路，所以嚟東埔實在真難。啊，規劃嚟東埔開墾，阿公特別行政來其實分文都是。來東埔來講，新漢文嗰個教書喺無見。東少嘿，所以講日本時代吼，伊總係逐片種咧村莊都特別講報金，都報金。啊，其7家阿公鋪3個鋪。我阿婆啊，水煤吼，都富里甲要田，差不多都是2塊啦。我按有錢哦，按有錢，按不花錢，阿爸完全冇得到任何嘅遺產。所以我哋鄉下人總係要從事教育工作。啊，時代嗰個年代公費嘛，啊公費畢業以後都轉嚟教書，啊80年代9年那邊我都冇聽，所以64年時代畢業我都轉嚟80。那想來咯，有2個路都一客家有2個路一發連。其實細嘅時陣，我哋就談喺巴喺高港，哦，我哋在北部嘅小份那個東中下嘅所在，哦，做啲講民不聊生，哦，所以我把細嘅時間都擔心到火嘅發了，我把落去跳舞就上班。那阿公嘛嘿，不過你要客家，你是會他是你都該去做，你是會來其他客家鄉下嚟做錯嘛？花蓮嘅客人主要係提嘅清朝老日本書嘅，為到開墾新嘅農地，啲桃園新竹府區內曬過來嘅，強用係客家子弟，當然就會相互照顧扶持。好誒，講嘅按到菜就冷鐵咧，夾夾食好了。今日當中醫啊米湯，大家唔準備9層塔大餐呀，每碗全部可以。現在就爆雷啊！有了，還有公用，好了，9層塔公用，哎呦吼，你做你啊，加拿大吼，真的吼，一年只剩幾層塔了，他們都強嘞，100分以上都拉了。來，老師再給我3個 solo。再3個。鸭青堂哦，东好水了7層塔的，馬街東西全部有啊。
根本哦，了尾哦，了尾说了调价吼，有人准备了好吃的出来，全部都有款，连酱料都有7000的。来，先看看，来，叫妈了，哦，看哦了。榴莲餐，我最喜欢吃榴莲餐，在加拿大每个礼拜，是采买日，我就会开车出去，然后因为我礼拜六、礼拜天要去教学，在人文艺术学院里面上课，然后刚好上好，就是我的采买日，就出去就会到那里去绕，看哪一家有榴莲摊的，大概通常的比例不高了，但是看到你就会收一堆回来。那你是当中医啊，米托，那我们准备了，九层塔大餐呀，几碗呢？几碗，全部可以。这个就饱了呀。米有了，空有还有空有，哦了，九层塔空有，哎呦，哎呦吼，你做你啊，加拿大吼，真的吼，一年是吃7层塔嘞，看到我强嘞，100可以吃都拉了。来，吃哦。这米后生哦。你看是有种牛啊！食到的本梦做个上道嘅家乡菜，还同老朋友打嘴鼓，也傳翻一家鄉係食到東蠻意。接下來一家鄉會吐點小眾，轉到改變自己生人嘅創意素材，叫做係花蓮中學。第幾位佢開始有嘅想愛做音樂嘅想法。先生，哦，我今年花蓮高中畢業嘅時候，係啊。還有頭擺時節啦吼，人音樂老師啊吼，郭子舊，佢算人音樂啟蒙嘅先生錯冇？係啊，先生了，我俾音樂嘅太師啊吼，啊個啟蒙老師董聰了，錯冇都花蓮高中嘅時節，係啊，你嗰度看一下，先生都加會嘅嗬，係啊，咪咪媽媽媽媽媽，再高一點，咪咪媽媽媽媽，時間再高3個。快破了，再3個！來，老師再高3個 solo， 再3個！停！哎呦，來，欣賞了啊！老師，那個客家有名堂啊吼，對啊，葉家秀老師，要欣賞。你熟悉佢嗎？你認識他嗎？唔識，哪個？佢熟悉你。因為啊，唐老師的女兒嗎？對。給白楊老師係嘛啥？我可以欣賞啊。你還欣賞？哎，還欣賞。教你嘛該？英文。我們葉家修老師啊，是以前就是這個學校畢業的。哎，然後你們這裡有一個經典人物叫郭子舊老師，是，這算是我們葉老師的啟蒙老師。是，他以前是我的鄰居。哦，鄰居啊。對。哦，這位老師在這個音樂上的貢獻非常大，對不對？是我們花蓮音樂之父。對，哇，音樂之父啊。對。也欣賞啊，有數其實今年該郭子舊老師的欣賞叫《無怨青春》，無怨的青春。所以《無怨的青春》對我來講是青春的。佢唔講大學停，雖然講佢寫嘅故事是他大1到大4哦，不過對我來講，其實從我中學、初中開始，初9了，因為嗰地步就開始嗰條歌就開始春潮一去花亂飛，也是我嘅欣賞，初中嘅欣賞，郭子舊郭老師佢寫嘅合唱曲，台中。所有嘅翻，中國人我們翻成華人啦，台語唱合唱一定唔錯。耶穌無言嘅長春，5、60年代嘅觀眾聽錯動數，有聽到背景音樂冇？耶穌歌嘅就係郭子舊先生創作嘅回憶，葉家修留自家嘅作品，留郭先生嘅回憶，兩首歌嘅路都當好，出題向先生致敬。嘛紀念自家是燦爛過的長春，感覺聽起來好棒，而且一點那種違和感都沒有。對我來講，這首歌等於是我的青春歲月，所以它叫《無怨的青春》。無怨的青春，順便來紀念一下那個郭老師對你音樂。現在我回來覺得有怨了。怎麼說？你有蠻高。我以前在讀這個的時候，全部塞來。哎呀，冇塞滿，快給沒有？全部塞滿，快，全部按講，快點，一講，下一個。你看亮哦，
吉祥嘞吼，吉祥嘞，吉祥啊，哪种吉祥的啦？你看俩，马甲，马俩甲，还有俩，所以你看，那少女时代俩看到。小总，莫过咩啥也要同学的啦，今年学长来咧，学题目系准备的动听的才艺，我来欢迎佢哦。这个内行人他汤不熟的，汤油的。你的意思是讲来汤某出来？没拿汤某。刚才有看到俩东西啊，共鸣的回忆，郭子旧合唱曲集。对啊，第一首歌，就是刚刚那首歌，回忆。写歌的真简单，叫做功法的延续嘛。那希望基本应该写的东西，都方言、千言日后，就因转过来。你看安尼俩石头家，你看那么个东西，你就写下来，日去传下去的。安尼很就子子顺顺啊，安尼下讲因提孟肯老师，安尼就排行就嘛个东西，安尼种传承啊。俺个不卡从南洋，你问我讲哦，祖先用办几多台？我讲俺冇清楚，不过俺都不卡，一定就很清楚，把就发突出。从县族从南洋家做嘛个讲开始讲到清清楚楚，人家是安尼客家人的传统，就安尼做那个传下来。从事文化传承的叶家秀，用轻松的民歌方式来记录自家一个时代的历史。慢人讲文化就天创的东古板，小众的顺头未懂有线头，有样学样，来点细妹同学就跳起舞来。讲係要用實際嘅行通來傳承葉家秀嘅男藝術歌曲《天衣起舞》，因為佢用是小眾第一擺聽西方人嘅書，背景音樂就係藝術歌曲。唔過用我由細拉同學來搞操啦，好咧，舞會到呀就結束了。其實你一鋪我來咧，天房嘅拉天房咧。我要落雨嘅，落水唔是強啦，對台站同其他嘅是潤通嘛，潤通落水唔入，如果生活突然過去看下。唐人講啊吼，亞先生，你頭擺啊是個足球嘅吹奏，係冇？係啊，所以人身材冇馬槍呢，有乜關係哦？全部懂车哎！对呀，哦，你看俩16號，來，你相不相信他以前是足球隊的隊長？是這個學校？不是這個學校，是大學的時候。大太好嘅時間。嘿，你看你很懷疑他，對不對？你不要害羞，因為我本身也很懷疑。對。唔是義父，人葉家秀啊，舞呢舞誒，全都靠唔幫。暖身一下，來一場 PK， 誰做啲馬薩卡厲害。小總，唔係聽嘅電報係冇啊？看啊，嘅按撈佢嘅假動作，連人嘅吹油都是做拿掉嘅。我按用下去，絕對會把人踢到凍慘啦！請求救援！請求救援！現在遭受到敵方攻擊，太恐怖了！救命哦！哦，冇法度嚟啦，冇力嚟啦！哦，咁走啦！Yes， 算是有接到他，但是又你的成就不会输他。这个是郭老师的地方，真的哈，对，都按够，老师对不起。那我们简单了，排谁，应该算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你来样用最重的黑马该东西，节奏，用反向啊，你是用马的冲。小青岛上沙堆，溪水残阳。
啊，真正的暖身要做充足。你要这样讲。哎，先生，我看到你真正宝刀未老啊！嘿啊，只有拍到一小部分软脚而已。但是你射门的英姿哦，无法讲。也摆转到花莲中学，留学弟妹唱歌、踢球的叶家雄，从创业时空转到轻快乐嘅學生嘅時代。尤其看到學弟妹佢嘅音樂、腳球項嘅表現暗好，眾人嘅落學中，嘛知道伊功用啊。原本有突圍啊，落呀踢風真勁吼，無法講，神奇又好搞。係啊，他是哪是第二樣？人家音樂版按厲害，人家足球嘛按厲害誒，文武雙全誒。係啊，花中，真的都是你都傳承下去的。好，不敢這樣講。哎呀，哎，你们學長係愛有名的嘛，葉家修老師，葉大師，今天終於知道，對不對？有沒有嚇一跳？哎，大家覺得很面熟，因為他是演那個《砍肉》那裡面的木瓜哥，天讓哎，周天讓哎呢，對啊，董有名哎，他的表情一副很不屑我的樣子。你紅了就對了，是吧？今天也謝謝這個教練，希望你按自 C 哦。好，謝謝。哦，謝謝。冇留到花蓮中學，厲害嘅唱安用聽聽，睇下只教研度啊，還空地一張華語歌壇嘅大秘咩咯。知道，哎，對嘅，我哋好蔬菜啊，哇，看到冇？哎呀，福高這個科目開會誒。對啊，花蓮公司開會誒。係啊，哎，你對了會讀書很幸福哦。對了會讀書啊吼，心情一定動好。哦，係啊。哪個教室做幾位啊？條外師都開會。做看到海，咯。很豔哦，很白哦。你曉得從外國講話嗎？會啊，澎湖灣，澎湖灣，外婆的澎湖灣。你過後堂。外婆是啱啱嘅外婆，佢講嘅故事喺澎湖，嚟做花蓮嘅觀念，從佢看了風景，嚟就想澎湖係，大家講澎湖。古時候你會看到花蓮的大海。你想象外婆的澎湖灣，用白嘅下出來外婆的澎湖灣，法典看的是日出嘛，澎湖這邊看的是日落，就把它顛倒過來就好。該師來跳就跳，然後拼一下。那歌真係有名，來知道吼，人家阿婆的澎湖灣按有名吼，人家爸爸吼從中就做按吼，你這個下一束啊，阿爸的八天蟲，好阿爸八天蟲。要不？嘿啊！我俺的想象力已經超過這個了。哦，你不是在接待有很多大陸客嗎？嘿，有個叫爸爸的草鞋，給咩敢下呀？爸爸的草鞋嗎？唔下呀？草鞋係船，阿爸係帆。也說阿爸嘅草鞋係葉家雄喺1989年戒嚴之前，為佢條做唔得歸鄉嘅路邊創出欣賞嘅歌曲，有為民搶命嘅意思。政治有一個讓你摸強的看世界的角度，較高。那對我來講是挺好的一種訓練。當然要讀用好嘅欣賞啊。剛好去考一排挺奇怪的考試，叫做 Open Book， 8個小時，就從俾斯麥開始到現在，世界上發生的重要外交事件，換成是你該怎麼處理？家裡頭翻資料，你的圖書館的傾訴啊，某個東西安詳。我在找資料的過程當中。我已經對整個世界的過程的外交，我們有一個全盤了解。但今每出嚟啊，我哋希望各位坐在電視旁，聽我在講這一段的時候，就是至少我們能夠多少對我們客家人的一個基本嘅心態、生活方式。而這個節目我們要做的，它雖然說在講唐明或什麼的。可是重要的是要告訴我們說，我們為什麼要溯及那個？你有辦法給唐明，因為日給所有的子孫全部都會聚集在那個下面，大家都會覺得，我們為了讓那一塊匾亮起來。葉家雄有千純樸、千真誠嘅音樂詩人嘅愛好，佢透過歌曲記錄神法，傳達意念。音樂嘅指頭欣賞就係家下講到嘅國之鳩。國先生過身之後，花蓮人就留本單嘅欣賞宿舍改去做音樂文化館來紀念佢。
你看呀，那建筑哦，那是块木，你知道？对啊。挑八建筑，它就是用一个钉子钉上去，对啊，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主要的那个梁的这个部分了，你看到吗？而且都不是铁钉哦，是木头钉哦，全部钉上去哦，对啊，卡榫锁起来，卡榫榫上去。对啊，对啦，所在哦，感触特别深。然后那么郭老师铺感哦，他们根本来。其实你还薄了，你还千里马。你看，你干嘛千里马？我给经营，法典青斗，你算是算是有接到他，但是你的成就不会输他。你看你缝那狗狗，到现在大家都还在传唱。你安公，你这个是郭老师的地方，真的哈，对，都安公，老师对不起。那我们简单了，他排谁，应该算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老师对不起哈，是这个我跟你讲，老天老师真的不是那个老紧张啊，在那个天上也会以你为傲。没有，是这个我到这个地方的感觉不一样，因为这以前是我导师的家。哦，看，给请转给呀，郭老师这次我回来看说，怎么以前我在那边做花灯的地方。现在大家把它捐出来，变纪念郭老师给纪念馆，所以感觉是不一样。而且啊，吃肉料会啊，保管的等候，今后。郭子九先生是花莲人尊敬的音乐家，有本人讲是牛背当红的音乐家，因为佢细嘅时节无卡痛苦，伫教会开始认识音乐，后来蒙研究自家会。也在音乐文化馆地图收藏展览的郭子九先生创作的音乐记录。你要买个东西，你知道？要买个。你看这郭老师给研究出来一个调音器，我们不是调音器有440、441什么，你老有分得到44、440到48，给这个大家。哇，自家做的哦。自家做的啦，好厉害呢。对，跟个调歌按摩，还有跟东西家给这7个，自己就研究出来的。不要把它调歌，这个是风琴，大家玩的嘛。对。但是对郭老师来说，他就要教学。比如说哆是那里灯就会亮哆。亮一个哆，那是高音哆。高音哆。在这个谱上是这样子。低音谱的低音谱的。对，既然是把器乐给基本来给欣赏啦，他不止单唱那个音乐欣赏。他的工学跟这方面就是天字的，天字把它让你无简单呢。我对人来讲，对人影响最重的迄嘛个东西，节奏。俺唔是拄到爱用的欣赏。你有蛮讲节奏搞到安好，今天蛮教你节奏，其中下音符，你买个冲，啦，用板响啊，你是用马的冲，鼓颂人家节奏感，让它按后，对人家下曲有用，就让轻拍，你蛮讲，给因为这种节奏，对你那节奏某掌握好些，你轻抖歌你冲不好，下不出来，我按钮，你下按抖歌曲，用那一束歌曲，你做的。基本上要按地方，按别的地方，郭子九人家欣赏的纪念馆，你就纪念一下，唱一首歌曲来谢谢他这个传承理念。好，来了上一条歌，然后节奏就都要无共用的，他们一出道就开始唱跳条歌，马改歌曲，赤足走在天河上。黄昏小池道上洒落一溪水残阳稻草，也比肩柔软玉皇青纱。远处的花明悠然枝头，是蝉的高唱炊烟，野鸟两随着泡沫轻飘洒。亚述歌曲真係動有節奏，係啊 ，country 嘅味道，係啊，兩邊有郭老師佢有搞過，就是這有節奏的感覺，這樣下來出來，嗨吧，你做下一束啊後，假嘅。小總，
唔是唔提想，先生早就写好嘞，还是一首动有意义的客家歌的哦。有一个，其实广东梅县，给什么的，给俺名字按到汤温爱，安排出你来写那条歌的，人不要文爱温爱，跟恩爱意思是一样。爱情怪，倘讲客家人上来，客散了水。人都飘融过海，送着咱嘅书，变个声音嘅时代，记得爱存在，人为歌，人为爱。俺是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推摇篮的时候，一边推摇篮就一边跟你讲故事，讲过先人怎么样子攀山过岭过来，对不对？有的到漂洋过海去了。那这个时代是一个传承，那我们就不断讲这段故事。我只是希望大家都开始把我们客家那个的精神，就是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第一个说出来，我们要敢于说出来我们的祖先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敢于去回溯我们的祖先曾经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什么东西。那进一步就，你就想，你要为我们的后代做哪些东西，让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客家，有你这样一个祖先，值得骄傲。先生跟你案例会啊，那本身嘛有写歌曲，客家歌曲，你说给他传人嘛，你弹看，来看弹嘛，来。这学了郭老师有节奏。天天风吹过。將愛嘅要寫，藍色白色嘅天空，最自在嘅地方，熱天嘅風吹過，音樂流起最好，無間中每個眼淚都要從爸爸飄落。经常会唱了哈。哎呀，什么？国二他下周后就马上就会唱。哎呀，真的能让大师唱上，从来一起来下一歌曲哦，金妹有啦，值得嘞。哦，什么开始？啊，什么？谢幕老师。什么？什么？哦，啊什么？哎，什么？喂，过来，快！这样欢欢喜喜嘅健谈健唱，唔到底嘅田主婦嘅，一家後3點來點小鐘到花蓮市區，講起上一看啊，頭擺出色嘅蘿蔔，搶起唔知還做得前度冇。哎，先生，了你出來了吼，了天鳳啊吼，係動到蘿蔔嘅，你喺nhà頭擺帶天鳳冇？就頭個槍啦，有條槍，唔過變青島咧嘛，哦，變青島咧，看起來是。有的槍是比較厲害的皮革，有的槍，可以就差不多，你不止推是有哦，哦，哎，記得是調過嘅木是愛行年嘅起樓，下背啊，有啲，哦，條木所以可以有是露頭髮吼，露頭髮嘅啊，哦，啊，包括底部就出過去，改建過了嘛，不過，後是後，你客家人的就不做得做你看，淺得多吼，還淺得多，你自家個頭殼，因為啊，你係乜50幾年咧，變動狀態嘅啦。因為市區嘅規劃，一家後頭擺出色嘅蘿蔔做咗拆體咧，唔過就像葉先生講嘅，是要有同好，就會啲自家嘅金同奶味。鹽水愛思念，客家人嘅名堂真經有學問。